在去年，台东县政府举办头一届治本公祭，发挥吸引游客效果。今年在旭热结束了后，要举办第二届治本公祭，即马是一个测试阶段，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。不过，就要等到后一个月初六才会正式开始哦。在这段期间，暂时是无开放的。艺术创作者利用日本温泉区暗时空间，将各种色水的灯火透过树林甲草地，营造出讲甲自然的互动。在梦幻的视觉当中，欣赏古老原住民的祭典仪式。这是第二届日本公祭创作的元素，要甲当地的人文科技结合，即摆加真侪活动。13件作品当中，第2回作品《回声光谱》都用30多个 LED 荧幕，参观人沿用手机扫描 QR code， 经家己介意的色水甲讲流动的方向，加入这场创作。希望透过图腾的一个呼应，然后去把这整个资本跟卡塔地部的一个关系，然后透过灯光艺术来做一个呈现。今年日本公祭主题是回日本，希望返回800风灾了后消失的游客，尤其在秋冬的时阵，透过在地所在1万点以上来创作，加上知识甲暗时光线凹射，变化出各种色水，吸引游客甲民众能够登来日本观光。蛮像蝴蝶停在地上，就很像我们远行飞了很久的彩蝶，它要回到这个地方。这种活动持续下去，可能就可以往上提升了，资本提升上来，要不然太可惜了。日本公祭，游客为日本火车头路车段看到第13号作品《明景族》第1摆来台东公祭，今日日本温泉区入口就开始附新林小精灵同款的红色喷泉，也个广场顶悬各种会流动的光线甲磅空。全部作品伫下个月初六正式点灯，展出到11月19。记者综合报道。